此行我路过杏花村，刚好带了几坛好酒。首先预祝王爷在朝中一切顺利。今天你我不醉不归。好啊，来，尝尝。干一杯，请。好酒啊。独孤，你知道吗？今日父皇准奏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非常的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这和以往得到一匹宝马或赢了一盘棋局的感觉完全不同。我也难以形容这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像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看来王爷对朝中之事感兴趣了。嗨，哪里？不过，今日朝上，二王爷主动请缨，却输给了王爷。我怕他在别的地方动什么心思，还请王爷一切小心为妙。哎，来，再干一杯。王爷请。其实啊，你们都不了解二哥。二哥这个人，心胸虽算不上开阔，但也并非十恶不赦之人。小的时候，他对我非常之好啊。可是人都是会变的，尤其面对这种江山社稷之事，原本当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突然送到自己眼前的时候，任凭是谁，都不会不起邪念的。你别说，后面那几个人还挺聪明的。那可不是，最后那小子太专业了。要不是我知道他的底细，我真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交给你个任务啊。你说。是这样的，就是以后呢，我们再给他们上点培训课，给他们稍微打一丢丢鸡血。哎，但是也别搞得太像传销了。哎，没错，我觉得啊，等咱们开业了之后啊，还需要再发展一些会员和 VIP 客户什么的。哎，对。王爷，青柔，王爷非要见你一面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什么味儿啊？臭死了！慢点。独孤园，他不能喝，你就别让他喝嘛。我最讨厌酒鬼什么的了。这不是庆祝王爷入朝理事吗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啊，对了，青柔，王爷住在这里，那你今天住哪儿啊？这个，有了，放心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天色已晚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呀，自有安排。叶青柔，你可真行，就这么横冲直撞的来我房间。现在是古代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有什么的呀？以前咱们剧组条件差的时候，7、8个人都一起住过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也不是个男的呀。哎，谢元琪倒是男人，喝那点酒就醉成那样。哎，他那是因为今天高兴多喝了2杯，好吗？哎呦，这就互上了。我哪有啊？但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他明天找我麻烦的话，你可别袖手旁观啊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天空飘来5个字儿，那都不是事儿。哎，快点睡吧，我要困死了。啊，晚安。哎，
大胆！未经本王允许，谁把我的违章换得如此艳俗？来人呐！王爷，别找了，你家小姐不在这儿。对了，吩咐后厨给本王煮点醒酒汤来。是。王爷，这你，宁轻柔，王爷昨晚睡你这儿，那你睡哪儿啊？要你管！我昨天晚上睡柴房，不行吗？我想学学卧薪尝胆，不行吗？你当真是睡在了柴房？当然是假的啦！你不是告诉我把这里当自己家吗？于是我就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睡在了某个下人的房间里。哟，这可了不得了！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，景柔姑娘这么做不太好吧？他不是男的。哎，我，他分明不是什么？不是男的。人家本来就很难过了，你就不要在人家的胸口上再插上一刀了。哎呀，乖乖，王爷，不哭啊！好了，这。哎，你说这年头，男人难做，女人难做，哎，像我这种情况更难做。这孔双双不咬人能死啊！都说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和一母。青柔，我看你以后啊，还是得小心点儿。哎呀，你就别抱怨了。我把皇上赐我那些布料，任你随便选，还不行吗？真的假的？我看了好长时间那些料子呢。哎，你说我做一件什么呀？做一件衬衫还是马甲？瞅你那小家子气！哎，给我倒杯水。喝茶。小姐你回来啦？小姐喝茶，这是我刚泡的龙井。对了，小姐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寺里上上香。过几天王爷不是要前往西南吗？我们可以替他去求个平安符，顺便什么？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？好啊，我正要说的是，你想得好，想得妙，想得呱呱叫。最近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刚好去山间走走，强身健骨，陶冶一下情操。你这个想法不错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叫门房准备马车，我们去法门寺。哎，不，我们不去法门寺，我们去清源寺。清源寺。这帮古代妇女是有多无聊啊！一年到头的social活动，除了花卉就是花卉，哦，还有上香，真没意思。好了，走吧。